1943年 ，Tesla 離開了塵世，而他所留下的一切被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考慮為由即時扣押，當中 FBI 封鎖了他所住的酒店房間及資產。OAP 部門負責運送到曼克頓嘅倉庫儲存，而資料手稿則交由工程師所組成嘅國家防禦研究專案小組去統籌管理。這一切都是為了 Tesla 的研究而來，可以說動用了全政府人手同權力去進行這一次行動。雖然這時正值二戰期間，官方表示為免 Tesla 那粒自速兵器會被敵方取得而進行這一次行動，但這次官方的舉動實在太多疑點，令人對其產生爭議性。加上同年更發生了最高法院撤銷馬可尼專利返還 Tesla 的案件，這些事件明顯不是要還 Tesla 公道，而是指權衡了政權利益的不義之舉。